嗱，有研究發現咧，亞洲人平均係比外國人睇起嚟係年輕差唔多10歲左右嘅喎。原因第一係因為黑色素，亞洲人嘅黑色素咧含量通常係比白人係高嘅，而黑色素多啊，亦都代表住對紫外線更加好嘅防禦力，從而減少個皮膚老化，同埋可以降低皮膚癌嘅風險。第二就係真皮層同膠原蛋白，亞洲人通常咧會有更加厚、更加緊密嘅真皮層結構，所以皮膚睇落嚟咪更加飽滿、更加有彈性咯。亞洲人平均出現皺紋嘅時間係比外國人遲差唔多10年左右嘅。第三就係面部結構嘅特徵啦，你會發覺咧亞洲人通常會帶一啲好似幼態咁樣嘅特徵，好似小朋友面型咁樣，例如係面部比較闊啦、比較扁平啦，顴骨之間嘅距離比較大、更加闊嘅鼻、嘴嘅寬度咧更加細，同時下半面嘅長度咧通常係短於額頭嘅比例嘅喎。呢啲嘅特徵全部都係令整體上嚟睇落係更加年輕嘅。如果你都中意呢啲美學分析嘅話咧，記得 follow我哋。